玩的愉快。 谢谢朋友们，非常的热情。唱了一首歌也不好听，还叫大家给我鼓那么多的掌。好了，那么听完一首歌以后呢，外场为朋友们安排了一个互动性的舞蹈，希望朋友们呢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进来。来，现在全体起立，跟随我的外场。